那么今天来讲一下韦洛克拉丁语第4课，就是第二变革法中性词、形容词 assume 的现在时、直陈式，谓语性名词和谓语形容词，形容词做名词。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是第二变革法是适用于中性词的，一般来说。那第一变革法没有中性名词，但在第二变革法中却为数不少。其变革如下，也是通过词根加词尾所得到的。首先来看一下单数的话，主格是 u，属格是加 e， 语格是加 o， 宾格是加 u， 多格是加 o。那复数呢，主格是加 a， 属格是加 o， 语格是加 is， 宾格是加 a， 然后多格是加 is。那么我们注意到呢，除了主格、宾格和呼格的词尾相同外，那第二变革法中性词尾与阳性词尾完全一致，单数都以 结尾，复数都以 r 结尾，这对于所有变革法的中性词都成立。而词序和语境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做主语和宾语中性名词，当然呼格更加容易区分，因为它通常用逗号与句子隔开。那么复数词尾 r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第一变革法单数主格，所以一定要记住包括名词的性在内的词条所有内容。那词汇表中的规则的第二变革法中性名词，中性词将以如下缩略形式表示，就 donum， 然后就 donum， 就是这样。那形容词的变革和一致，那由第2课到第4课 Magnus 的词形变化表，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形容词的词根保持不变，但是根据所修饰名词性的不同，形容词有阳性、阴性或中性词尾，而且在数语格上要与名词保持一致。下面列出 Magnus 的完整变革，以帮助我们复习前2种变革法。这个呢就是我们目前学几种变革法都放在这里，就是其实这张表可以挺万能的，你可以截一下，就是至少从前几个变革法来说挺万能的。你只要看到一个名词，发现它是什么性的，就带进去就可以了，可以截个图。好的，那 assume 现在时不定式和现在直陈式。英语动词 to be 是不规则的，拉丁语 assume 也是如此。虽然人称词尾还可以辨认出来，但词干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最好还是老老实实记住这些十分常见的形式。请注意 assume 是一个不及物系动词。我们不说它的语态是主动还是被动，这就 assume 的那个形式。assume 的现在时不定式就 as， 就 to be 的就成为的意思。assume 的现在时直陈式呢，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动词变位。assume 就是 I am，assumes 就是 we are，at 就是 you are，at is 就 you are，at 就是 he is、she is 或者 there is。Sont 就是 they are 或 there are。这个看 at 是学西语的同学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我感觉好像是，应该西语里也是这个意思吧？好像。不管它。然后谓语性名词和谓语性形容词，那个作为不及物动词 assume 不能直接在宾语，它呢就像火车上连接2节车厢的车钩一样，将一句话的主语和谓语中名词或形容词连接在一起。这些谓语性名词和谓语形容词通过系动词与主语相连接，甚至相等同，所以自然的，它们在数语格上要与主语保持一致，在性上也尽可能保持一致。如果主语中含有不同的性，那么谓语形容词的性通常要与距它最近的词保持一致。虽然阳性往往占支配地位，考察以下例句为识别课本中的谓语性名词和谓语性形容词做准备。Virgilius et amicus Augusti，就维吉尔是奥古斯都的一个朋友。Virgilius et poeta， 就维吉尔是一个诗人。
Vergilius est Magnus，就维吉尔很伟大。Fama Vergili est Magna，就这个 The fame of the Virgil is great，就是维吉尔的名声非常大。Amicae sunt bonae，就是女友非常好。Amicae 是女友的意思。然后 pueri debent est boni，the boys ought to be good， 就是这些男生呢应该是要应当要去变得比较好。puer et puella sunt boni， 我是不是读错 boni？ the boy and girls are good， 就是男孩和女孩都是很好的。然后就是 donum est magnum， 这个礼物是非常大的。dona sunt magna， 就这些礼物是非常大的。但刚才是单数，这个是复数。sumus Romani， 就我们是罗马人。sumus 就我们是。sumus Romania， 就我们都是罗马女人。这个 Romania， 我刚才读错，就 Romania 是罗马女人意思。那要说的是这个，他那个 sum 啊 s 啊 est 这些词呢，好像就是当你说他是诗人的当说这个时候，你发现前后其实都是主格。就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动词来看了。还有那个形容词做名词。罗马人经常把形容词用作名词，用它来取代名词，像英语中那样 the mixture inherits the earth， 就是这里那个 meek 就是只是 the meek people。这样的形容词一般译成名词，那根据数和性的不同，通常要加上 man、women，woman 或 women，thing 或things。比如下面一些例子 ，bona saepe laudant， 就 they often praise the good women， 就他们呢经常称赞这个好的女人。那 bonus 它这个意思就好的意思，它这里形容词就当做名词来用，就是它就是好的女人。下一句是 multi sunt stulti， 就是 many men are foolish， 就是他们呢，他们是谁啊？他们就指一些男人。那这里只有许多 foolish， 它既然有个动词，那肯定是人了，那就许多男人他是非常愚蠢的。下面句 pueri mala no amant， 就是 the boys do not love bad things。 这里主语有男生了。但是它 mala 是一个形容词。所以说它这里那个 mala 其实还是形容词衍生成一个名词，就是不好的东西。下面一句 pochi de periculo cogitant， 这个就是很少的男人啊，会考虑到危险。那后面是没省略，但是这个男人他没写出来，那很少会想到危险，那肯定要加个人了。那好的，下面来看一下词汇表吧。Chapter 4 Vocabulary Basium Basii Bellum Belli Consilium Consilii Cura Curai Donum Doni Exitium Exitii Magister Magistri Magistra
magistrai, mora, morai, nihil, oculos, oculi, officium, officii, otium, otii, periculum, periculi, remedium, remedii, bellus, bella, bellum, bonus, bona, bonum, humanus, humana, humanum, malus, mala, malum, parvus, parva, parvum, stultus, stulta, stultum, stultus, stulti, verus, vera, verum, uo, uare, ui, utam, adiuo, adiuare, adiui, adiutam, som, esse, fui, futurum. Chapter 4. Send. 好了，那单词结束以后，来看一下句子吧。首先第一句，那个 audium et bonum， 这个呢，那个 audium 是主格，那 s 是，然后 bonum 也是主格，那种，那它那个 bonum 是好的意思，那就是说闲暇它是好的。那 fat audium motorum as pravum， 那他说，但是呢，这个闲暇就很多人的闲暇就是很少的。它这个 audium 依旧是主格，但是motorum 它这个是属格，就是那个属格它那个意思就很多嘛，但是它很多这衍生为很多人，所以它意思就很多人闲暇就很少的。那下一句 Bella sunt mala et multa pericula habet， 这个发音不是很好。那个 Bella 是战争的意思，然后战争呢，它这个战争是复数，战争呢，它都是不好的并且呢，他们很多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就是它实际上字面翻译就很多都是拥有危险之处的，实际上就是有很多危险之处的。那下一句 officium notam de autio hodie vocat， 那么 officium 是类似于责任的意思啊。那这里责任是主格，就是说责任呢，他今天是召唤了水手，那从他那个空闲的日子，那 autio 就是跟刚才那个 autium 那个词根是一样，就是闲暇的意思。那这里是夺格，就意思是水手是从就是这些职责呢是从闲暇地方把那个水手给夺走的。好的，那下一句是 Pauci vidri avari mortas formas periculi in pecunia vident。这个前三个词呢
Poki Wiri Awari 都是一个整体，它就是复数的主格，意思就是很少贪婪的人。那动词呢，在最后就是看见 we 就是他们看见。那 Maltas Promas 就是宾格，它呢就是说很多形式。Periculi 它是属格，是危险。然后 in pecunia 就是这里就是夺格了，就是钱的，就可以相当于钱的。你可以说从钱来的危险也可以，但这样比较奇怪。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很少的人，贪婪的人呢，可以看到这种钱的多种形式的钱的危险，多种形式的危险，那危险呢是钱的，对。下一句 ，si mortem pecunia habetis， 这个呢是如果这个是你有很多钱，那么 thy peno etis sine curis， 就是说你就是经常啦，就是不需要关心，就 sine 就是non etis 你们不需要经常关心。那好像搞错了，连双重否定其实是你们并非不是没有不需要关心，就是说你经常还是要关心的下一句 Puelai magistra de concilio malo sine mora monet， 这里是说呢，这个 Polai 是女孩，那个提醒那个老师，关于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是就是毫无拖延 ，mora 就是拖延。哦，不对，这个malo 我忘记翻译了。malo 它是修饰那个，就是这个 concilio 的，就是女孩向那个老师建议，就是警告了一下这个坏计划，就是 without delay， 就是毫无拖延的警告这个坏计划。下一句。Oh, magne poeta sumus veri amici， 这个呢就是伟大的诗人。那 sumus 就是我们是，我们是真朋友 ，veri 就是真的意思，就相当于 true，真正的朋友。me iua amabote。amabote， 这个呢就是帮一下我，求求你了，请就是请帮助一下我。这和那个那个 conserve 那个有点不一样，这个那个是拯救，这个是帮助的意思。然后下一句 femina， 不是读错 femina agricolae protam videt。这里呢，这个是femina， 这个是主格，然后就是女性的，那个，但是它那个其实 femina 不是主语，它其实是，是主语，对，它是那个农民的老婆，可以说是。因为他那个 agricolae 这个是属格在这里，那个农民的老婆呢，她看到了，这个大门
Protam 这个是宾格，就是大门。好的，那下面4句英语吧，英语难度挺高的。我看一下答案啊，那个第一句是 In magno periculo est， 就是你现在处在巨大危险当中了。第二句是Sententiae filii mei saepe sunt stultae， 就是说我的儿子的观点经常是非常愚蠢的。第三句呢，filiae et filii magnorum virorum et feminarum non saepe sunt magni， 就是说，这女儿和伟人的女儿，伟人的女儿和儿子经常不是很伟大。然后下一个是那个 Sine Sempentia Fortuna Bona Notarum， 那个 est nihil et poenas dat， 就是说没有智慧，这个水手的好运啊，也不是也不算什么，而且他们经常是会付出代价。好的，下面来看一下古代名言啊。这个首先第一句 Fortuna est caeca， 就是说Fortuna 它是主格，然后那个 caeca 也是主格，那就是这个运气啊是瞎的，运气是不长眼的。下一句 The pericula sunt vera infortunatus est， 这个就是如果危险是真实的，这个那么你就是不幸的。对，这个都是主格啊。这里几个这不管是那个危险还是真实，还有这不幸都是主格下一句 Salve amice， 就是说哎呀，就是打个招呼，你好呀朋友。然后 vir bonus est， 就是说你是个好男人，他没有写出来，但这个就是你是个好的男人。这男人就是vir 是男人bonus 它的主格就是跟用来修饰男人，就是好男人。然后下面一个 non bella est fama filii tui， 这个呢是fama 它是那个名声的意思，就是它这里 bella 跟刚才说那个战争不一样，这个意思其实是就好的意思，就是它其实说不好，就是说就是他这个 toy 就是你的意思，就你的儿子的名声了 ，Philly 是儿子，你的儿子名声了不是很好。下面一句 errare est humanum， 就说这个很容易理解，就去犯错，这个意思就是去犯错就是人类，就是人类就是要犯错的嘛，对不对？然后下一句 nihil et omnino beatum， 这个就是说这个 omnino 就是完全的意思，那 beatum 就是跟那个 beautiful 那个词根是有英语 beautiful 词根有点类似啊，就是好的意思，也不是说好了，就有点类似于幸福、幸运这种，也不是幸运，就幸福的感觉，就是说没有
没有东西是完完全全是很幸运的或者很开心的这种感觉。下一句 remedium irai est mora， 就是这个 remedium， 这就是药的意思，也可以表示治愈啊。就是那这个 irai 就是愤怒啊、那这个是属格，就是说愤怒的解药呢是什么？就是它那个 mora 是拖延，愤怒的解药就是拖延。可能说是时间可以治愈伤痛吧，如果比较那个一点的话。下一句 bonus Daphnis， 这个 Daphnis 就是一个人名，他说是一个 pastoral character， 就是我说哎，就这个好呢，就是说哇，这个有点像啊，我的好朋友，就好这个人。英语就是说 good Daphnis， 然后说amicus mea meus， 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呢就是说 amat 就是他爱，他爱什么呢？他爱就是 otium et vitam agricolae， 就是说他喜欢空闲，还有农民的生活，就有点类似于休息吧，休息和农民的生活，就类似于陶渊明的那种田园生活。下面一句 magistri pravis pueris crustula et dona simpedant。这个呢，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老师呢，就是经常给到一些，经常给一些那个这个叫什么饼干和那个小礼物，给到一些那种小男孩 pravis 就是小，这个加上男孩就是小男孩，那这个是语格。那可能我翻译这么久，可能第一次今天翻译这么久，可能第一次讲，就是他这个语格就是把给小男孩，那这两个呢都是宾格，所以他就是说老师呢经常把这些饼干和小礼物给那个小男孩。对，那下一句 amica mia magis quam oculos meo amor。 那这个呢就比较那个，感觉这个写的好浮夸啊，就是说这表示我爱。那我爱这个 amica 是女朋友的意思，就我爱我的女朋友。他这个后面写 magis， magis quam 就是 more than 意思，就是胜过更多。就我爱我的女朋友胜过我的眼睛啊，这就是这个意思那好，下一句 salve mia bella puella da mihi molta bathia amabile。 那这个呢就是你好，这 bella 这又一次出现，它这里是就类似于可爱，就是好看的意思，就是我好看的女朋友。那它呢是那个这里是类似于一个呼格的意思，就是说给我许多那个吻啊。然后下面一个 infinitus et numerus sortorum， 那个这里呢就是说无数是一个数字，它怎么样数字？这是一个属格，它是愚蠢的数字。下一句 officium me vocat，
这里说的是那个 officium 的职责，职责呢在召唤我。哎，这种句子好像已经看了好几句了。然后下面一句，这个 Mali thought in notre numero as de exitio bonorum virorum cogitant。先翻译一下前半句吧，就是说，他这里有许多那个非常邪恶的人。马里他原本是邪恶，但这里引申成邪恶的人。在呢，在我们许多的数字里面，nostra 就是我们，就是在我们许多的数字里面并且呢，关于并且呢，他们正在考虑那个 cogitant，一些对于好人的毁灭，就是考虑一些关于这个 exitio 就是毁灭的意思。它这也是多格，就是说它那个加在 de 后面就是多格了，就是关于毁灭，就意思是这个毁灭呢关于什么呢？就是好人的毁灭。那后半句 bonus adiuvate conservate populum romanum。这里就是说，就是救救这些好人，就这是一个呼格呼格就救一救好人。然后这里这个有点不准确，应该是帮助一下这个好人，然后这里拯救一下罗马的人民那好，句子就翻完，看一下这个文章吧。Pochi viri ver amicos habent， 这意思是说呢，那非常少的人呢是拥有真朋友的。at pochi sunt digni， 就是说，而且呢，很少的朋友他就很少是那个值得的。amictia vera est clara， 这个呢，就是说很多就是真朋友呢，他是非常宏大壮观的嘛。他就是说at omnia clara sunt rara， 而且这些所有的壮观呢都是非常罕见的。然后 multi viri stulti de pecunia saepe cogitant。 那么这里呢，很多愚蠢的人呢，他都是经常是想，他这个经常想着都是关于钱的东西。Pochi de amicis， 但是呢，很少是想朋友的那但是他们错了。Posthumus valere sine morta pecunia，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没有钱可以过得很好sed sine amicitia non valemus et vita est nihil， 就是说，但是呢，这个 sine amicitia 就是没有友谊我们就不能过得很好，就是我们不能过得很好。然后并且呢，就说生命就是 nihil， 就是没有意义的那下面是词源点滴，可以看一下
这些罗曼语系的一些词汇吧。我有兴趣可以截个图。那好的，那当前英语用法中有大量拉丁语表达，第一课里好像提到 subrosa， 就是相当于秘密做事情的意思。那本课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与形容词有关的表达，就是 rara avis， 就意思就是 a rare bird， 用来表示一种不寻常的人或者罕见事物。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学习拉丁语学正在成为 rara avis， 但此后却出现明显的复苏。arago 就 therefore 就相当于因此啊，这是另外一个直接进入英语的拉丁语词。就因此啊，就笛卡尔他在那个方法论，就是方法谈 Discourse on Method 中说到 cogito ergo sum， 就是我思故我在的意思。然后就是要多想想，大家就会变强。好了，那就拜拜。